新闻头先来关心咱的国造畅水南海鲲号暂时平安完成头一届的潜航测试，接下来会按照计划，佮继续来进行海上测试。也毋过进前讲，这海鲲号若是浮会起来，就有钱的。国民党立委徐卡心，伊是讲，得爱撑落去到200公尺深，完成海上测试才有准算。而且是无认为这海鲲号有在调伫咧6月底进前完成交准。国造畅水南关型海鲲号1月29头一届潜航测试，中昼11点对高雄港出海，经过8点钟，伫下暗7点平安回港，完成50米的潜航任务。海鲲见，有。军事部9部调大声甲国造畅水南海鲲号画加油，阁有人是专工对台南走来见证。一早就从台南出发过来这边，想要见识一下，对我们国造的前舰到底长怎么样。军事专家指出，若是这届潜水测试顺利，后一阶段就要做愈挑战的深水测试。今天的测试只要顺利完成的话，就要进行深海测试。那深海测试就会到小琉球以南的海域来进行更深的一个海域测试。头一届潜航成功，台船发新闻稿表示，这是咱国台湾海军国造舰艇史上公营的成就，所以按照计划进行海上测试，完成整体的性能验证，阁有交准目标。因为国民党立委徐卡心是刊文讲，肯定海鲲号完成测试，不过上重要是200米的畅水舰道测试，拢要全部完成才算有成功。免讲要6月交准，若是年底进前会当交准，安尼就算是真好啊。若是阁需要动到其中的相关预算，这当然袂使。公司新闻综合报道。